頭先炳叔都話過，拆樓就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啦。所以喺開工之前呢，負責工程嘅認可人士要詳細檢查棟樓嘅結構，同埋睇下有冇僭建物。然後喺設計拆卸嘅步驟方案之中，要考慮到安全同埋環保對附近環境嘅重要，就可以將拆卸圖則、拆卸方法計劃書、結構穩定性報告同埋預防措施計劃書呈交俾屋宇署批核噶啦。如果棟樓有僭建物嘅話咧，都要呈交埋拆卸嘅方法入計劃書度噶。如果棟樓有地牢，咁應該點做咧？問下專家先。通常地牢都會係喺做地基嘅時候一齊嚟去處理，但係清拆上蓋樓宇嘅時候咧，我哋要小心。特別喺地台上面咧，我哋係要有足夠嘅樁頂嚟到支撐。而個地牢嘅部分咧，我哋更加要做適當嘅處理，好似所謂叫做回泥啊，或者放水等等，使到咧個地牢係唔會受到周圍嘅環境同埋地下水嘅影響。咁棟樓喺個斜坡度作為擋土牆，應該點做啊？擋土牆對於斜坡係有一定嘅穩定作用。清拆樓宇嘅時候咧，係唔應該將個擋土牆同埋樓宇一齊嚟去清拆。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咧，更加係要用一啲嘅支撐，使到咧係清拆樓宇嘅時候唔會影響到斜坡嘅安全。清拆擋土牆之前，我哋又要做好需要嘅鞏固工程，然後咧先至可以咧小心嘅嚟到清拆。跟住仲有咩要做啊？國強，仲要向有關機構要求佢哋截斷要拆卸嗰棟大廈嘅水啦、電啦、煤氣、電信同埋排水等公共設備。至於升降機或者電梯咧，承建商就要聯同註冊升降機承辦商喺通知機電工程處註銷之後，先至可以拆卸噶。兼且要聘請石棉顧問檢查一下樓宇裏邊有冇石棉，以備報告呈交環保署審核，經批准之後咧，再由認可石棉拆卸承建商拆除。如果有油漬污染咗泥土，都要按照要求事先清理好添噶。咁等到屋宇署批准之後咧，跟手就可以做預防措施啦。冇錯啦，而喺做預防措施之前呢，就要通知晒政府有關部門，包括申請街板紙、掘路紙同埋呈交環保署嘅 Form NA 等等。不過由於每個地盤嘅情況都有唔同嘅，所以準備工作都有分別嘅。但係基本嘅工作大致上係差唔多嘅啫。等我哋講下有啲乜嘢預備功夫要做啦。好似喺圍板施工之前，認可人士一定要申請好建立圍板、有蓋行人通道同埋門架准許證以及掘路准許證。另外，所有圍板、有蓋行人通道同埋門架都要按照屋宇署已同意嘅圖則做好。而行人通道至少要有 1.1 米闊嘅，而且所有准許證以及 BA20 適任技術人員監督，即係地盤管工紙，都要張貼喺圍板嘅適當地方噶。而有蓋行人通道嘅蓋頂就一定要係向內傾斜，因為咁樣咧就可以減低泥石嘅撞擊力，使到啲泥石跌向地盤裏面，同埋方便蓋頂排水啊嘛。仲要記得喺有蓋行人通道設置好臨時照明系統至好啊。至於如果要拆卸嘅建築物係接近行人路咧，必須喺有蓋行人通道頂加裝墜台，而佢嘅外圍咧就要設置企身鐵板嚟截住跌落嚟啲泥石啦，而進一步保障行人同埋車輛嘅安全啊嘛。喺拆卸工程一定要使用雙排竹棚架或者係金屬棚架。如果棚架高度超過15米，咁就要由專業工程師設計，兼且要由合資格人士檢查以及驗收過，證實結構良好先至可以用噶。而喺拆卸緊嗰層樓面嘅下3層，每層都要喺棚架上面設置工作橋板，又要喺佢嘅外圍設置踢腳板。而喺每間唔超過4米嘅中至中距離咧，就應該將竹棚架綁喺堅固嘅鉸釘，即係 anchor 上面。嗱，如果棚架嘅高度超過15米嘅話咧，記得垂直最多每隔15米嘅地方咧就要加至9比架，用嚟承托棚架嘅重量啊嘛。仲有啊，一定要喺棚架上邊鋪設2層護網，先鋪上一浸厚尼龍網，然後喺外邊再鋪內延帆布，圍住成座建築物嚟截住啲灰塵同埋泥石嘅。而2層網一定要喺水平同埋垂直方向
唔少過2米嘅間隔固定喺棚架上邊，駁口位就至少要有300mm嘅重疊，內燃帆布一定要係唔助燃嗰種先至合乎標準嘅。